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主嘅話語陪伴我哋每日嘅生活。今日愛讀嘅經文係詩篇77篇12節。我要默想你一切所行的，思想你的作為。小故事就講到，有一隻布鞋匠，佢就問牧師，請問我兩邊用怎能夠做早晨嘅禱告呢？我嘅客仔都係窮人，每一個人請要一對鞋。我阿嫲呀見到爛鞋嘅時候，夜晚時就必須愛搏命嘅趕工，早晨還有一大堆事要做，但係我嘅神道兩邊用好呢？牧師就反問佢，你過去一切都係兩邊用做嘅？佢講，有時候我匆匆忙忙祈禱晒就趕緊做工，有時候我根本就冇時間祈禱，所以每當我一減去垂在等鞋嘅時候，就好像聽到我嘅心在一趟嘆息，唉，我真係唔熟練咯。牧師就講，弟兄，我哋也是一天比較唔在意人嘅祈禱，反而看重你愛上嘅嘆息。我就來默想，對一些人來講，愛受神道可能有困難，但係一日當中也可以請其他嘅時間靈修禱告，而且除開讀經禱告之外，在工作行路嘅時候，心中常常思想主，默念主嘅名，也係一種靈修啊！我哋一齊來禱告。親愛嘅天父，你係我哋嘅主，我哋嘅上帝，唯有喜愛你嘅律法，晝夜思想，便為有福。主啊，幫助我哋每日安排一天嘅時間靈修，從你嘅話語領受你嘅教導，在禱告當中凡事交託，也隨時隨地思念你，默想你嘅作為留恩惠，每日都能夠從你得力來過快樂嘅生活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們。